咱的心来陪伴早时的礼拜。上帝啊，你是我的上帝，我迫切追找你，亲像地空旱无水，我的心神喙焦较无你，我的肉体切切羡慕你，所以我伫圣所找你，爱看你的关联甲眼光。起立来吟圣诗193首，上帝所赐我名的话，圣诗193首，起立来吟。
万权能的主上帝，阮自集伫你的面前，阮要用神用真实来敬拜你。阮渴慕你的话语，亲像鹿渴慕溪水。求你用你的话语来养饲阮，互阮伫你的内面得到活命的开展。阮也要用你所教示的安尼来祈祷。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称，你的国领导。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听就互阮，赦免阮的过有，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阮伊创阮一日起，就叫阮快乐快乐，因为我有权利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保持。阿门。请坐。咱用启用的方式来读上主的话，启用文第37篇，也是箴言第23篇。启用文第37篇。我的囝，你的心若有智慧，我的心会真欢喜，你的喙若讲正直，我的心会真快乐，毋通嫌善歹人。就是因为上主，将来一定有愿望。你的话会好去，我的囝着听着有智慧，我的心听正你的话，着听趁生你的老爸，你老母老是嘛毋通看低你，着卖真理毋通卖，我着为你为了时间的你，正直的人的老爸为大快乐。你是就你为了为你大欢喜，着互你的爸母欢喜。做先你的老母快乐，我的囝着将你的心交托我，我手着水换我的路，当心来祈祷。稳定的主上帝，感谢你大声听阮。当阮是要渡的羊的时，你无放杀阮，因为你无限的听甲稳定，互阮照着耶稣基督的保护，通有份伫你的国度。怜悯的主，阮也要承认阮的软弱，阮的性命不是伫做你，阮内面有侪侪看会到甲看袂到的罪，伫你的面前拢无通隐瞒。求你赦免阮，清起阮的心，互阮内面有正直的灵，互阮所活出的性命无亏欠你的救恩。全能的上主，求你的手引带帮助阮，互阮学习用你的眼光，佮明白你的心意，互阮伫要活地的时，有正直的灵来实行公义。有智慧的心来分辨是非，时时敬畏你，因为你才是世界的主，你才是阮生命的主。求你透过你的奴仆，将传道的喙来对阮讲话，开阮的耳孔，互阮听见你的真理甲旨意，开阮的心，互阮回应你的教示甲提醒。互讲的甲听的人，拢得到你稳定的引带甲平安。愿阮的祈祷合你的旨意，得到你的接纳。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来听主耶稣的教示，记载伫马太福音第5章14节到16节，伫新约第4页。马太福音第5章14节到16节。恁是世间的光，城起伫山顶，袂温密，无人点灯下伫斗下，就是下伫灯台顶，就变照厝内的人。安尼，恁的光就照伫人的面前，互因看见恁的好所行，来归荣光，互恁伫天面的爸。愿咱将主的话放伫心内，搁照安尼来行。献歌队要用诗歌带咱来就群主。你有迄个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会当来到遮，甲大家做伙来分享上帝的话。因为我的台语呢无啥连长，所以等下呢，我会自动转台讲国语，我较自在。其实我会晓讲台语啦，我是阿嬷带大汉的囡仔，总是阿嬷过身了后呢，就足少咧讲台语啊。我的囡仔今仔日嘛伫咧中间，他刚退伍，足大汉的，嘛袂晓讲台语，这是我的毋对，我无教好，所以我即马得马上转台。还记得你上一次什么时候抬头看星空吗？5年前呢，我离开台北这个熟悉的地方，我去到台东偏乡去服侍5年。有机会呢，我就有到鹿野高台去看这个热气球，不知道有没有人有去过？啊，有人有去过，有去过的就会，其实应该会觉得很开心，很去看哦。但是很多人都去看的就是这个无人机的表演，这个无人机的这种但是我觉得最吸引我的倒不是这些，最吸引我的呢是到了晚上的时候，在高台上，然后可以看着这个点点的星光。就让我会想起主耶稣所说的一句话：“我就是世界的光。”我的心中就充满了感恩以及平安。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说到，
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光，这句话主耶稣是对谁说的？你们知道吗？如果我们往前面看的话，我们看到的其实主耶稣是对门徒说的，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的第5章。我们知道主耶稣他首先呢是呼召了2对兄弟渔夫，之后呢他们有继续的呼召其他很奇怪的人哦。怎么说呢？其中呢有什么人？有奋锐党西门，社会主义的人呢；还有什么拥护弥赛亚、爱国主义的人；还有什么卖国贼？哦，什么款的人？哦，什么理性主义者？有无？嘿，讲嘿，我要看到钉痕手，我才相信你的那一位门徒。上帝对这的人，耶稣对这的人讲：你们要成为世上的光啦！你有感觉就好奇无？这些人的背景。上帝要叫因做光呢？上帝敢有看唔到人？我相信上帝无，就像上帝呼召咱同款，我们都是很平凡，甚至就两家的人。上帝就是甲阮讲，嘛是甲当迄当时的门徒讲，你们就是世上的光。到底是要成为什么样的光呢？首先，我看到的是一个被看见的光。上帝对这个军队者来讲，恁是世上的光。耶稣遮讲的，毋是讲你过去时，你以后时，是你即马就是。伫个原文的中间，你即马就是，也持续也是，所以我们就是。这不是我们决定我们要不要做光，而是主耶稣就说我们就是。主耶稣跟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说，不管你是怎么样看你自己的身份，我们这个光的身份跟这个属性是已经被肯定的，而且是不能被隐藏的。我听过一个故事，他是这样子说的：从前有一个王子呢，他厌倦了这个皇宫里的生活，所以他想尽办法的要离开他父的家。然后呢，他就改头换面嘛，本来拢穿水水，啊，即马就穿较破破安尼吼，然后隐姓埋名离开这个皇宫安尼。他就去到一个足远的所在，就像我安尼吼，为台北去到台东安尼比起来，同款的意思啦吼。他想要远走高飞呢，想讲吼，以后吼安尼人就唔捌我上好啦。殊不知呢，他遇到了一个很混乱的市集当中。当他一开口说话，他的这个风度言谈，他的举手投足，甚至他发出来的那种香气，都藏不住他自己有这个贵族的身份。一下就被认出来，这个人无同款，一定是呢，唔知为倒一个国家来这个王子。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是会被看见的，是会被认出来的。就像什么呢？一个山，一个城建在这个山上，是没有办法被隐藏的。我们的身份是被分别出来的。在帖撒罗尼迦5章5节这么说：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是属基督的，在上帝的国里，我们有新的身份。这个新的身份，第一个特征就是我们的能见度很高，就像这个房子盖在磐石上。我后来的就不确定这个是不是合成的。好啦，就算它是真的，我们就想说，如果它是真的啦，哈，这个山，为什么人家要把房子盖在这个那么高的山上？我相信这个主人一定是想要密起来，不要让人知道我伫倒位啦，就是躲起来。殊不知早上还好啦，有些人看不太清楚嘛，太高了。不知道晚上的时候房子会怎样？点灯对不对？电火要拍几啊？无暗摸摸呢，对不？点灯一打开的时候，真不好意思，四面八方、前后左右，马上就看到什么？山上是有一个房子的。本来是一个想要被人家不发现的地方呢，后来变成怎样？观光胜地呢，变成一个地标呢，就会被人家发现。这就是一个光的作用。主耶稣说，
我就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必不在黑暗里走，却要得着生命的光。耶稣表明他是世界的光。什么是世界的光？我们刚刚也有讲到说，上帝就是一个创造者，对吗？上帝在创世纪就说，光是他造的，而且光就是这个生命的源头。而当主耶稣他道成肉身，生在马槽里，就是生命的光来到世间的这个福音的记号。耶稣说他是世界的光，耶稣就是生命创造的源头。我们这每一个连接他的人，属于伊的人，我嘛要连接在这个光的中，我们也会成为那个光。主说他就是世上的光，凡信他的就不在黑暗里。因为相信耶稣能使我们这些生命有罪的人，在黑暗里的人，能够出黑暗入光明。而这个黑暗包括什么呢？黑暗包括了可能是这个在病痛中的折磨的那种苦毒，或是在对死亡的那种恐惧，或是难以胜过的那些成瘾的行为，或是在关系里面的仇恨，我们都能够借着上帝给我们的这个力量，这个光源，让我们能够进到一个新的一个光明的身份，光明的一个关系的当中，也就是我们的生命能够跟上帝有一个新的恢复，我们的生命能够得着光的医治跟一个自由。亲爱的弟兄姐妹，有光就是有主同在，也就是有圣灵内住。因着有圣灵的内住，我们必定能够得着圣灵的帮助，使我们里面的那个生命能够反映出主耶稣的生命。以弗所书5章的8到9节这么说：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要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的良善、公义和诚实。我是我家族里面的第一位基督徒，我是第一代基督徒。主要拄仔讲的，我是阿嬷带大汉的囡仔。我伫屏东大汉的，伫个厝内底，阿公阿嬷拜甲真厉害，所以呢，我做基督徒呢是有一点仔辛苦，因为呢，每一年要登去到厝内底的时阵，我阁是大汉孙，上大汉的孙，所以呢，要拜拜是啥物，我拢足惊去用点名，就伫个迄弟弟妹妹面前，就互阿公阿嬷安尼念安尼。所以我做基督徒，做一个隐藏版的基督徒，做足久的。我毋敢讲，因为我惊等于会足歹看安尼。还是过年过节嘛是搁爱转去。总是呢，上帝令渐渐一直伫我心内底，就是一直咧提醒我讲，袂使搁做隐藏版的基督徒啊！你爱相信上帝会当为我开路，互阿公阿嬷会当接纳我，真做基督徒，无会搁叫我拜拜，还是做啥物仪式安尼。真的在那个过程当中，有一次我真的很鼓起勇气，就跟阿公说：“阿公，我是基督徒呢。”接下来我嘛毋敢讲，不会安怎，我都毋敢讲。阿公就讲：“安尼毋免摕香啦，你徛边仔就好啊。等者若要拜啥，你嘛毋免入来啦。”我就讲：“谢谢阿公。”我就从今以后呢，上帝就帮助我，互我毋免搁。就是爱做啥物仪式安尼。直到阿嬷过身迄一天，虽然迄几个会场是迄种佛教仪式的，因为因足早就拢买好迄有诶无诶迄种仪式嘛，拢讲好迄种阿嬷伫个过身进前有受洗，嘛信耶稣，仪式无办法改嘛，因为阿叔因拢讲。安尼无，甲加开钱啦，我嘛无钱付，要安怎？我就甲阿叔、甲阿伯讲，无安尼啦，中10分钟互我，早上你要轻强拢互你，10分钟互我。伊讲你要创啥？我讲我要放一个影片，我家己做诶，我要纪念阿嬷，因为阿嬷带我大汉诶。
啊，接煞我要唱一首歌给阿嬷，就是今仔日死因姐妹。下到等一下会在这里有一个福音的会，不是有请一首歌吗？写给阿嬷的歌，我就唱迄首歌，我就要献给阮阿嬷安尼。结果迄个过程中，本来所有的我的爸爸有8个兄弟姐妹，大家拢佮惊我去啉来要创啥，咧要冰倒还是安怎？结果我咧唱迄首歌的时阵呢，所有的叔叔姑姑们呢，因拢流泪啊。因为本来迄种足惊吓，足你讲民间的迄种足惊的，啊我迄首歌唱啊放迄影片了后，大家对基督徒的一个观感拢总改变。啊，我感谢上帝，因为这是上帝的工，毋是我咧会当做啥物，我会当做的就是我想要纪念我的阿嬷，啊，互大家知。啊，我嘛足感谢，嘛有即个资源，吼，有一个福音歌手的写便便的歌，啊，我家己的唱好熟，啊。迄 CD 甲放落去，啊，我就安尼家己唱安尼，吼。所以我感觉，只要阮愿意互上帝用，知影阮的身份是不会被隐藏的，上帝一定会帮助我突破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的迄种困境。第二部分，我嘛看到讲，即个光嘛是一个指引的光，啊。我有一个感受，就是讲，有人讲有福音的所在，平安就临到；有福音的所在，喜乐就充满；有福音的所在，仇恨的消息；有福音的所在，就有活力甲愿望。这个福音呢，其实就是啥物？就是你甲我呢，阮是福音的使者，对无？所以邀请大家，阮来。甲迄个福音2个字介绍我好无？还是你要讲你边仔人你嘛？互相鼓励啦吼，毋是讲你我拢毋免，毋是即个意思。无阮讲我家己好啊吼，安尼较好。你要用台语、用国语拢会使，阮做伙来宣告好无？请有我所在，平安就临到；有我的所在，喜乐就充满。有我的所在，受分就实现；有我的所在，就有活力甲愿望。感谢主，就有我的所在，有你甲我的所在，我会当将上帝、将主耶稣要互人的平安、喜乐、盼望、仁爱、公义记出来，互人知影有即个活路，有一条路会阁会当行，吼。所以，我嘛爱知影，阮有即个机会，毋是永远拢有即个机会。为虾米安尼讲？因为阮人伫世间的时间就对啦，我们活在世上很短，所以不要以为我们一直都有机会能够指引人，不是的。上帝给我们的时间是很短暂的，所以我们要把握我们可以被发挥功用的，成为主的一个器皿的这个很好的时机。所以千万不要成为一个什么叫做无光害的基督徒。没有这个，没有无光害的基督徒。我们每一个跟随主的人，不管上帝把我们放在什么职场上，不管你是老师，你是开商店的，或是你是家庭主妇，你是在各行各业，不要小看你自己，我们都是被上帝所摆放在那里为主做光的人。所以我们可以发挥我们的影响力，去祝福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这让我想到，其实主耶稣呢，他在世间，他在世的33年，其实他也是在服侍一群不管是身边的人或是他的家人，对吗？他也是常常会受到不一样的挑战。主耶稣他在服侍的时候，他的家人看他到了哪里，都觉得他好像怎么样？他好像癫狂了。他好像为了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传福音的使命癫狂了。这个癫狂呢，在那个新译本写神经失常。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也会很害怕说，哎呦，我们是不是太火热了，被人家讲到我们神经失常？我们应该还没有到主耶稣这个程度吧？如果主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都会遇到这么多困难的话，其实我们可以预备心。拒绝我们一定是比接纳我们的还要多，
如果你有预备心的话，其实你就不会害怕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会被拒绝。因为主耶稣说什么？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是能够照亮一切的人。这个里面的家人呢，其实在我来说，并不是只是代表自己家里面的人，他可能可以扩展到你社区的人、你职场上的人，只要你把他当成是你的家人的话，你都可以去服侍他。我刚刚说5年前我有机会去到偏乡服侍，其中呢，我是长老教会的传道师，是许牧师的学妹，我拿到牧师资格之后呢，我就想说，我有这个机会就可以跟中会请假，我就要回到阿嬷的故乡，我阿嬷是关山布农族，我想讲我要来去台东，伫遐看卖遐无共款的这个服侍的场域，因为我一直以来拢伫咧台北咧服侍，儿童甲青少年。所以呢，上帝给我一个机会，去到外教派的这个偏乡的这个教会里面。这个里面呢，有好多好多的孩子，有45个小孩，从6岁到大学，然后里面有8个族群，光原住民就有5个，加上一点点的汉人、客家人，还有新住民。这样子一个大的40多个小孩里面就有这么多的族群，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挑战跟一个新的尝试，因为跟台北的氛围非常不一样，我也是要重新的学习。那其中呢，我有借着这个教会，我又去到其他在花莲玉里以及在关山台东关山的这几个福音中心，那我主要是以社区儿童服务以及家长关怀为主要服事的内容。我把我所有服事的孩子跟家庭都视为是我的家人，不论是他们已经是信主的家庭，或是有些很多是冷淡退后的，或是很多很多的慕道朋友，我都很乐意的去关心他们，就是进入他们的生活圈里面。我比较擅长的亲子活动、美术活动、绘本教学跟主日学故事活动来接触这一群的不一样的这些家人。其中呢有一家，这是小杰的家，于家，这个拿着画的这位，他叫小杰，他笑得很灿烂，对吗？其实那时候，当时的他眼睛是几乎是看不见的，是失明的，所以我教他们画画的时候，他几乎是要贴着这样子看，非常辛苦的。那我今天有预备了一个影片，就是要来介绍这个家庭怎么样，他们从很冷淡退后，他们原来是基督徒，在部落的教会被关怀，后来因为家里面2个孩子陆续的生重病，所以他们必须搬到市区，又搬回部落，然后要台北、台东这样子往返的来就医。那我也刚好在服侍的这个家里面，从台东等一下介绍，影片当中介绍的台东市的市区，就是我以前服侍的教会。你们等一下可以看到这小杰的故事。彩杰，你长大后想做什么呢？我长大后想当护理师。小学2年级的时候，有一天那个于彩杰突然全身浮肿了，结果带他去那个关山慈济医院检查，都检查不出来问题。有人告诉我说去台大小儿科，医生才告诉我说他这个是得了什么肾病症候群，然后开始用了一大堆的药哈，然后吃最多有时候吃到10几颗快20颗这样啊，长期用药下来，他的眼睛现在都变成那个白内障，几乎看东西都要很近这样子看才看得清楚。
去年因为弟弟又得了日本脑炎，严重到这个手脚都有肌肉萎缩的那个情况了。我老婆整年就带他去台东的医院去做复健，所以他都没有办法出外工作，剩下我一个人在外地工作。为了方便到医院看诊，彩姐一家搬到了台东市，寄住在朋友家。平日下课后，彩姐便到恩典参加翰林线上课辅。彩杰是一个很乐观的小孩，他对自己的病一直是很正向的看待，他还是很快乐的来课辅班学习，成绩也是表现得很亮眼，学习态度呢也被老师很。彩杰第一次接触到了钢琴音乐，琴键发出的清脆声音吸引着他，一有空档便会坐在钢琴前敲打几个音。尽管眼前的世界已模糊不清，但从琴键中，他看见了心中的平安与喜乐。长时间的寄人篱下，总有许多不便。为了不造成朋友更多的困扰，彩姐一家人便搬回了海端的部落。虽然彩杰一家人搬回部落去了，不再来课辅班，但我还是希望他不要中断课程，尤其是他必须帮忙照顾弟弟，有时候他自己回诊，也要陪弟弟回诊，都没有办法固定在一个地方学习，所以透过基金会的远距助学服务，他才不会因为距离的限制没有办法继续学习。不管在哪里，我都跟妈妈借手机上课。虽然不像在课辅班可以用电脑，但我只要靠近一点看就可以了。得知回到部落后的彩杰对钢琴依旧非常喜爱。拍摄当天，我们决定给彩杰一个惊喜。趁着拍摄团队在跟彩杰讨论时，我们拿出大家一起筹募而来的电子琴，并告诉彩杰可以透过基金会的线上学习进行钢琴的远距教学。看着他开心学琴的神情，我们知道我们正在做对的事情。一个人可以走很快，但一群人可以走很远。偏乡的教育工作就像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接力赛，需要大家不断交棒与接棒。你愿意一起加入吗？我长大后想当护理师，因为我想帮助更多像我一样生病的人，让他们赶快好起来。小小的梦想能改变世界，带来明天的盼望。感谢主，小杰他在今年的8月终于排到台大医院的一个开刀的一个机会，然后他本来妈妈要捐一个肾给他，要换肾。后来医生评估没关系，就先回去洗肾，先洗肾。但是他的眼睛的状况现在越来越好了。那8月他瘦了20多公斤，现在有胖回来了。现在继续由关山的福音中心的一位黄传道，继续的也是我的学妹，继续的在关怀这个家庭。刚刚这个影片呢，很感动我的。里面一句话是：很多教育的工作不是一个个人赛，而是一场接力赛。还有一句话说到，养育一个孩子是全村的责任，不是个人的责任。这也深深的提醒我，在教育这方面，基督教儿童教育这方面，教会的未来，教会未来的领袖，其实是我们全教会一起要来关心关注的一件事情。盼望这样子的一个影片能够带给大家一点点的反思，也一点点的就是知道说偏乡的一些教育的这样的一个故事。耶稣刚刚在圣经里面说到说，这个光是指引人方向的，不是放在斗底下，不是被扛起来的，是要打开来，是要发光的，而且要照亮我们身边的人。另外，我也想到说，其实这个光就很像是一个路标的光。这路标的光呢，是要我们站在一个对的位置上，
其实我们只要站在对的位置上，然后其实如果在路上看到这个指标开车的人，不会去注意这个指标有水无，还是那光拍到呢有几度啊？有照明度多少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只是哪里是对的方向，不要给人弄标还是出车祸，对吗？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子的责任，站在上帝放在我们的一个对的地方，不管我们的那个光源度有多少，上帝一定会使用我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一群人啊，我们发一点点光，别人发一点点光，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那个光其实就是一个极大的光，其实是可以帮助人的。最后我也看到，其实这个光也是一个警戒的光。除了我们刚刚说这个光是不能被隐藏的，是能够照亮家里一切的所有的人，能够指引人正确的方向。最后，这个光也是一个警戒的光。什么是警戒的光呢？就是当前面有危险的时候，我们能够提示那个警示，让人家知道说要停下来，不能再往前走了，前面是有危险的。这让我想到了圣经里面的这个大卫的这个故事。当这个先知来跟大卫警戒说，你做了什么不 OK 的事情反正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应该都非常熟。其实大卫在这个当中，他犯了10戒当中的3戒。怎么说？第一戒就是他贪恋别人的妻子，偷偷的霸占；再来呢，他犯下了奸淫，他更怎么样？借刀杀人，遮掩罪过。是拿单呢，他很有智慧的。我们当要成为一个警戒的光，要很有智慧。他用一个很有智慧的寓言故事，向大卫传达了一个上帝要警戒跟责备的一个信息，试图要让大卫怎么样，在那个错误当中不要再错下去了，并且是有一个悔改的机会。所以呢，他借着这样子的一个信息，让大卫知道说，那个故事大家应该都也很熟悉，说我刚刚说的那个故事就是你。但是我们就是在那个对的时间点，大卫他也没有怎么样，没有再说不是啊，哥安诺，他都没有辩解了，他说对，是我没错。那我们也都很清楚知道，大卫后来在诗篇第51篇写下了这样的一个悔罪诗，他就直接跟上帝的来悔罪，知道他自己的过失，自己犯了错误。所以我们有时候呢，我们真的要学习像拿单先知一样，我们是要有智慧。当我们去警戒别人的时候，我们是跟着圣灵走的，那个警戒是可以发挥功用的。相反的，如果有一天上帝在我们的上边放一个警戒我们的人，我们也是真的要有那个圣灵的敏感度，让我们能够学习像大卫一样，能够回到上帝的面前，能够重新的被上帝的圣洁的光再一次的洗涤，再一次的更新我们的生命。我再说我们的会发光，绝对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多行，自己有多能。不是，我们不可能像这个我们知道一个是真的是电灯，一个是装饰品嘛。那个装饰品是不会发光的，看起来像电灯，但实际上不是，就是一个装饰品。我们必须要连接上帝那个源头，然后我们才能够为主发光。我很喜欢这一首歌，它是一个华语的一个小短歌，它里面其实跟我们等一下唱的回应诗其实有很类似。那它这里面呢，歌词就说到，不要等到能做大事才来发大光，不要等到光能照远方，眼前便有许多责任你能经历一亮，光照你所在小地方。我来唱给大家听好吗？我唱一段，因为很好学。不要等到能做大事才来发大光，不要等到光能照远方，眼前必有许多责任你能尽力量，光照你所在小地方，光照你所在小地方，光照你所在小地方，海面有船等你光照，平安好金刚，
光照你所在小地方。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都能够发挥我们光的作用，也不要小看自己，也不要把自己看得太大。我最近学到一个词叫做“普信男、普信女”，是大学生教我，就是说不要觉得自己很普通又很有自信，但是就算我们很有自信，不是源自于我们，是源自于我们连结于主耶稣基督，连结于上帝，连结于圣灵的工作。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感谢你，你满有丰富的恩典，我们领受，而且恩上加恩，利上加利。感谢你，因你有说不尽的恩典。求主你借着今天的信息，帮助我们知道，正因我们平凡渺小，更能显出主在我们生命中的恩典。主啊，感谢你成为我们生命的光，愿圣灵也点燃我们生命里面的光，能重新得着喜乐、平安以及能力，使我在我的身上能够见证我是你的跟随者。我愿意在你摆放我的任何地方来被你分别为圣，成为那光，不再隐藏，能够指引人、警戒人，归向你就是生命唯一的盼望。求你赐给我们柔软的心、能听的耳，等候你的差遣，相信你必会将那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们。我们感谢你，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愿咱伫主上帝恩典内面，拢会当真做光。咱用新的界面来回应主的教示。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主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界面予你，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来吟圣诗540首，主在叫咱人来回应主的呼召，起立来吟。请坐，咱用奉献回应主的恩典。
赏赐恩典的上主，今天我们把金钱献上，这不只是数字跟金额，而是我们的感谢和信任，也是我们所有人对你的回应。我们知道你需要的不是我们的奉献，但你邀请我们参与你的工作，让我们在给出的过程学习信靠，也学习彼此连结。主啊，愿这些奉献能被妥善运用，不只支持事工或帮助别人，也让我们的群体因着这份共同的摆上而被建造。愿奉献成为我们彼此信任的记号，提醒我们教会存在的目的不是累积资源，而是学习、分享与服侍。求你帮助我们在使用这些奉献时，诚实又负责，在金钱的事上存着敬重与透明，让我们能彼此看重、彼此信任，一起在你的带领中前行。谢谢你，让我们有奉献的能力，也让我们在奉献中再次确信，我们所依靠的不是财物，而是你。祷告是在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咱先来介绍新朋友吼，今仔日真感谢钟团德伫咱中间，咱拍拍啊感谢钟团德。也欢迎钟团德的后生甲咱做伙蔡时玉弟兄吼，伊坐伫遐，欢迎伊哈。好，谢谢。好，安尼咱来行唱平安礼歌，来行平安礼。出来请安。阁继续交易吼，咱来看今仔日的本周金句。来看本周金句，咱来读吼。来，才互恁无通嫌，真实无假，做上帝的囝儿无瑕疵，伫社撇行逆的世界。恁伫因中间出现，亲像照光伫世间的腓立比书第2章15节。好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上帝无瑕疵的儿女。你们在这世代中，要像明光照耀。腓立比书2章15节，来看消息报告。
第一点，本主任真感谢中灵团队来讲道，中团队目前伫圣道儿童之家伫服侍，愿上帝赐福甲纪念伊，也请为着伊的服侍关心代祷。第二点，礼拜自信做公告，若是有拄着台语礼拜有交外讲台，也是有外来讲员，安尼迄礼拜的华语线顶礼拜，着做伙参与早起的实体，也是线顶的台语礼拜。伫线顶礼拜的兄弟，若是有要奉献，会当和办公室来联络，来问奉献的口座号码。第三点，今仔日成人主日学是真平安福音分享会。真欢喜会当邀请到福音歌手史英英姐妹来分享，史英姐妹伫咱中间，是多谢，是请咱礼拜三做伙来听伊分享，伊有真水的歌声。第四点，即个拜六因为是连假，读经祈祷会暂停一摆。第五点。新学升中班已经开始上课，邀请到曾宗胜老师来讲陆德基甲约纳书，阁有4摆的上课，欢迎兄弟来加入。报名请看公报栏，也是找信应长老报名。第六点，教会即个月有成立一个叫做诗曲团契，聚会时间是隔周下拜二暗时7点半到9点，即个拜二暗就有聚会，欢迎咱扫 QR code 来参加。第7点，淡水乡长老纪念奖学金会当申请，要申请的同学会当看公报栏，也是来问办公室。团契消息，上台即个拜二要去宜兰的汉溪长老教会校外教学，请为着出外平安来代祷。拜五连假休困无上课。乡内团体甲妇女团体，即个拜四要去新竹旅游，请有报名的兄弟爱注意。拜四早起7点50集合，会帮大家穿好早顿，所以请大家一定爱准时7点50伫1楼集合，咱上车来发早顿，8点要准时出发。告解消息，请咱家己来看。下面公道请柯牧师。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中传道来到咱的中间来分享信息。我甲中传道吼，其实是大概18年前了吧，15年前。迄阵时我还阁是新学生的时阵吼，伊是林宏信老师的专业助理，所以，然后拄好我咧服侍时阵拄着迄个加尔文500周年吼，那个老师的命令我。邀请你，专业邀请林宏信老师就邀请我哈，要帮他规划跟设计那个加尔文500周年哈所以迄当时我甲受到中林传道非常热切的压迫，因为我在那边要赶着写我的那个神学院的功课哈，然后我每次看到他来，我就会很害怕，因为他是一个行政能力非常强大的人哈，所以他就是说亚萍，然后就是全校人都知道，快，那个钟林在叫你，现在我说我死定了，然后他每次看到我就说加尔文500周年，加尔文500周年，加尔文500周年。我说那你可以先问老师，我的功课可不可以那个延后这样子哈？结果我就站在那个校门，就是学校行政办公室，他就训斥我：你作为专业的神学生呢，功课要准时交，老师要的加尔文500周年展也要准时交。然后我就无对比哈所以迄当时是安尼来入摆中林传道他的专业是儿童跟家庭事工，好伊嘛经历真多，读到咱伫伊的讲道内面，嘛有得到真好的勉励，也愿上帝赐福伫伊的服侍，还甲伊的家庭。好伫遮阁有一点仔特别提醒吼。
下礼拜二吼，你若是有参加松年大学的活动吼，因为我们是要出游，啊，毋过因为爱拄啊好有风台的影响，所以也嘛请大家爱注意学校的群组的消息，啊，若真正有受到严重的影响吼，我会发布下礼拜二有可能也需要暂停。但是若无有影响的话，吼，咱就照时来出发。啊，请你有参加的人爱带迄外套吼，因为可能会较寒。好，安尼这2点的提醒，哈，这是咱同心来祈祷。特别上帝，阮感谢你，你搁这边提醒阮受呼召，我们是要有能见度的。做检测，阮会看家己无够完全，行伫这个世界来为你做见证。但阮今仔日犹原要受到你的信心，甲你的话语的鼓励，甲坚固。恳求你，互教会勇敢站起来，用温柔、用善良、用上帝你的公义、信实甲仁爱，来对这个世界来讲起救赎甲稳定的话语。主求你亲身来使用教会，也互阮看中阮受召的身份，通归荣光互你。伫遮，阮也要同心为着你所想事，阮的国家台湾来祈祷，主求你帮助阮，无论阮是啥物款的职业，徛伫啥物款的所在，互阮用心听台湾，互阮认真照顾伊，互阮固守即块你所想事阮的母亲土地。互阮伫遮会当起做民主自由、充满欢喜公义的国家，为了伫即个土地生存、打拼工作、努力维持家庭生活的每一个人，仰望主你的稳定。甲你开力的想事，因为知阮会当有开力趁钱，有开力学习，有开力来生活，拢是出自你的稳定。但是主啊，有当时阮会忝，恳求你也扶持阮，互阮心内有够也的开力，当面对阮的日子。我也要为着心心灵欠安的兄弟姊妹，甲因的家庭，仰望主你的怜悯、医治甲顾守。主啊，检测这是人生的一部分，生老病死是阮爱面对的。但是主啊，阮就是会唔甘，恳求你也帮助阮的艰苦甲唔甘，互阮伫祈祷内面互相扶持，彼此勉励，互阮知阮的祈祷是结连伫活的主的生命顶面，愿你来成全，愿你来帮助阮生命甲身体健康所欠的一切。主也为着特别为着华人光复乡的财政，仰望主你的帮助。主啊，求你互阮毋干那是帮助出力啊定，恳求你互阮有得着智慧的能力，互阮会当对经验甲灾害内面，阮学习为着未来来做备办。主啊，互台湾这个土地真做荣光上帝所在。主，阮的祈祷袂坎底，拢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三甲来啉上落尾的圣诗400首，请起立。愿主日来甲你同在，无论去啥所在。
恁是世上的光，着有信心，着放心来挖进赏赐，互恁成做光的上帝。因为伊呼召恁，是要行做伊的善良、伊的仁爱、伊的公义、伊的救赎，伫即个世界。愿恁有平安，愿恁成做光，愿恁成做生命的帮赞。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角伫地，对即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请坐，袂倒，请咱听候音乐结束，才来起身吼。上帝祝福咱大家，咱等一下吼，小可休困一下吼，因为今天机会真的很难得啊，请大家尽量吼就往前坐。你们有发现我今天坐在哪里吗？哎呀，摇滚区，我坐在海景第一排，其实是很棒的吼，可以很专心的敬拜上帝，所以欢迎吼大家跟我一起往前走好，好，上帝祝福大家，再次。